鄉親啊，繼續來看軍購案的進度卡關。民進黨的立委王定宇來壓料，講美國智庫的官員有當面甲立法院長韓國瑜來警告，講國防特別預算應該佇個傳習會進前來通過，也若無台灣將會付出着慘痛的代價。國民黨的立委徐巧芯來回擊，講美國是好心來提錢，並不是針對韓國瑜。另外傳出着國民黨的版本有機會甲金額增加到8,000億。今仔日佇個黨團大會繼續討論。你要刪掉哪個項目，你要先有一個前提確定，而不是再喊一個價格。調研針對軍購案完美收煞，立法院長韓國瑜調集協商，風聲講若買有退讓的可能，有機會將金額調到8,000億。第過當天國民黨團大會凝聚共識，因為版本非常的多，大家都在討論，國民黨、民眾黨立場完全一致，必須由美國完整的發價書過來，我們第一時間就可以同意簽約。韓國瑜第27將會個召開協商，嚴格目前針對項目加金額凍點。美國聯邦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表示挺台灣的立場，對外公布2017年財政相關計劃法案，內容包括在對外軍事用途中，要提供予咱上無5億美金的援助。委員會更加指出，雖然整體預算減少，美國盟友有完整收聽。不過，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壓料，美國智庫的各界官員捌當韓國瑜面示警，軍購案應該在傳習會進行通過，若無台灣將要付出代價。在美國政府曾經擔任過重要官員的成員，他特別指出一點：如果台灣在野黨各方面都認為早晚會通過，也認同台灣的安全非常重要的話，他個人有一個建議，這個通過的時間點應該要在川普總統訪問中國之前。美國國會議員他是好心提醒，並不是針對韓國瑜院長，而是整體台灣後續如果在軍購在川習會之後，那沒有一個進展的話，他們會擔憂台灣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。風聲講美國在台協會邀請國民黨青壯派立委回答，美國高度關注軍購案的進度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